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即身成佛，藏传佛教的似乎各个教派都在说自己的教派能够即身成佛。你说的对吗？其实说的对，但是也不对。为什么是说的对呢？的确，藏传佛教的凡是藏传佛教，它都修的是密法，对吧？一定能够即身成佛。但是为什么说的不对呢？假如你没有修菩萨的资粮道，也没有修菩萨的这个加行道之前，也就是既没有申请菩提心，又没有申请这个直观双运的空性的这个见之前啊，不管你是什么教派，不可能即身成佛的，没门儿都没。这不是因为宗派的原因，这是因为大乘佛教的基础问题。这就好比是你这个没有第一层楼，怎么能有第二层楼呢？你就是100个楼层也好，200个楼，管它你是什么，反正你没有第一楼和第二楼，你是建不成的，对吧？总不能选择空中吧？啊，当然，将来科学发达了之后我不知道，但是起码现在我还没有一个空着闲着的一个房子，对吧？这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说呀，没有了菩提心，没有了清净见，是不成的。正因为如此呢，宗喀巴大师讲了。文殊菩萨对宗喀巴大师讲了3个很重要的核心问题，3种要道。一个出离心，没有出离心，你根本就不想出离轮回，出轮回都不想了，怎么会成佛？那是不可能的，你心思都没有了嘛，对吧？首先你都不想，你怎么会强迫的人去成佛呢？对吧？第二，没有了菩提心，你连入大乘门都没找到，你怎么可能成佛呢？没有清净见啊，大乘见这个断轮回根儿的这个无明我知的这个方法都没有，你怎么可能成佛呢？有了这3个之后，加上密法的这个殊胜，你就可以即身成佛，这是一点问题也没有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今天说的大乘佛教大致上是这样。好，阿弥陀佛。